轉下口味食台灣麵，嚟咕嚕啦牛肉麵就最啱啦。咕嚕啦嘅咕嚕係台語食麵食到啜啜聲咁嘅意思，係希望每位客人都食得咁開心。老闆仲特登飛去台灣學習當地嘅煮法，務求將台灣地道風味帶俾香港人。呢度嘅牛肉麵嘅靈魂咧，就係個湯底啊，係沿用咗台南嘅做法啦。咁係加咗10幾種嘅藥材啦，譬如係有當歸啊、甘草啊同埋八角等等啦，再加埋美國牛腱啦，去熬足2至3日㗎。咁所以咧個味道係特別濃郁㗎。然之後再加入白蘿蔔同埋紅蘿蔔，再熬，所以個湯咧係非常之甜嘅。呢個牛三寶湯麵咧就有3個配料啦，分別就係牛肚、牛腱同埋牛筋。呢度所有嘅材料咧都俾呢一個滷汁咧係滷到入晒味啊！呢一個牛腱咧係炆得好腍啊，仲食到嗰個筋腱嗰個質感喺度，但係就唔會韌嘅喎。哇，好似啫喱咁啊，滿滿嘅膠質，我好中意食呢一種嘅牛筋。你試下飲埋個湯啊，好清甜嘅喎。梗係啦，係蘿蔔嗰個鮮甜嘅味道啊！好，跟住嚟試下呢個紅燒牛肉牛筋湯麵，湯底咧加入咗呢個四川紅油辣椒同埋藤椒油嘅，係好香嘅喎，係啊，唔會好辛辣，食唔到辣嘅朋友都啱食，但係佢係香口啲呢一個。中意傳統口味可以試下咕嚕啦牛肉湯麵，湯底冇加任何辣味，融合藥材同埋牛肉嘅精華，係最地道嘅台灣牛肉麵風味。咕嚕啦牛肉麵、牛三寶湯麵，原價84蚊一碗，抵食價49蚊。紅燒牛肉牛筋湯麵，原價78蚊一碗，抵食價49蚊。咕嚕啦牛肉湯麵，原價72蚊一碗，抵食價49蚊。呢個價錢就食到正宗台灣牛肉麵，快啲嚟輪住買，搶著數啦！